Tại con hiện tại thì con có thể yêu thương ba mẹ thiên nhiên
样是从前经济的各个地方，几乎是完全的啦。本来经济很多的，就讲呢，经常来说，这两个那个经他们，但是这个你这样子说，你要是说经济他们来说，完全从这方面，因为当然要注意当然，咱跟各种我们手机，都有当然都有当然要讲很快的讲，当然这个很多人不要大胆做，这个当然说啊，一般最基本当然啊，多少有把它记住非常，它在什么这个当然，你可以用它的时间大部分。然后还有很多大考，我觉得它都有，既然是反多多什么，或者什么，拿到一块的地方，它的这个很难说，就是自己的努力不管完全出来这个很难的，另外中国它做的就来，但是不容易的，马上就在科普性，这个是没有办法，无相互作用，没办法，我来从自己的观点来说了，你看他来到代表数据方面，数据分享和成长比较关键，数据分享是唔係我講數據分享就應該歸入埋多，就係產生。แต่เรื่องของภาพเปิดภาพตัวต่างถ้าเราต้องการทำวินาทีนั้นนั่นเราทำมาที่นั่นเราทำอะไรกับตัวเราก็แต่เราอันนี้ก็ตัวก็จริงเดียวนั่นต่างจากเราตัวถ้าเราตัวเราเดียวจะทำเป็นสิ่ง所以对你们来说，就给每天的做你来说，你三年天你在说我两天那么多，有用的。跟已经在这个一起两会，所以自己来说，既然是他们的官方上书进行完自己的当然也自己的当然也不会，他就说当然来打老师，自己的当然那种地位，那就完下来，等到他知道要完下来，自己的。对吧？出来受不了的打击，他是受些都能都应该都平衡。他们关系啊，他们他的机会跟奇迹啊，这个他们要加去啊，为了他们做，让他们完全很成功，让他的活下去，把这个自己的来对他们能力保障住，他们打掉下来，虽然体内虽然体那个高的路都很高，所以他们说代表上面的话，他拿到空有的有没有？中间的，那个虽然有了，毕竟只要他们有这个很有力量，但是他多的他这个东西很重要的，应该是这个应该有这个说的是。他当然有对吧？因为香港这样，他把很多的想法去转换，所以大部分人讲，因为如果大的他地方，我们在这区呢，你要看什么？你要想这样，他拿到这个来，你拿到他，他要这些呢，他是有点太多了，所以他来带走，他们在这里。可能来这个程度来，它是全高分。那么来这个高分两关系，高分也但会先跟精彩，好在那里，但是他搞一个两个来就搞的是反正比较好，先进行，他自己两个搞一个两个方面，两个更先进，好些，只有跟两个在减肥。因为真正好，有看起来他这个他来就出来，再来，
能够去完善，完善干部上面，帮助我去完善包括以后，给让你们完善纪律啊，这个当然完善哦，完善纪律就是看你们台湾的完善是很多，这个台湾完善是什么？台湾完善是数了，那么台湾完善是数了，然后上大众，他如果这个完善上大众，多种网络的保障，大家清楚，那不如台湾后来，然后这个比如说当地在大人家，大家我们在台湾是数了，大家知道你台湾仅仅的一个版，哪一块哪一块的条件的，你的当然也是，你的家庭也不错，这个有反正在这种社会上，这种这两个当然自己他自己都这么一样，各家都一样，这样是有老板的，第三，过来通往北与台湾的很多交通车与另外的近都以为北京呢，我们有没有两个不同的他的方面他的法，我要讲完的法，北与台湾，刚才他说的话，中港方面，有大道，有大家他听来了，基本上你这有大的平民人生啊，他的平民人生。一年刚好，光辉啊，正好关系啊，中国人他们的后大，他们的大道，都平民人生，平民人生怎么办呢？基本上我们要有关系的。
们有的地方你想叫什么？有没有他们的款？他们说话，大家看到比方说这种机啊，这种款有的这种机啊，说赚钱都是也看到了，也看。安全又规律，保险是因为我有地域它会按结损的那个安排中国的干部啊，还有收入的好，这个比较更好的说，咱在流浪口在后台提供当然但是当然是在流浪讲问题，听到他会跟都换一个看你现在更多人要做出来他更多的更多的你自己在有个好的伙伴他用飞行装单空装工程打测等技天气风风零机做招空当规范将发生变化气候大在之后的工作上我马上用中央关山山中空气在另外能上我要跟有跟有跟他的参与分析所以你跟有爱打天气那这个讲到天气我们讲这个是他的这个咱们其实他们给计算过我们拿这个东西要我先要走运动这个都谈到我赶快分享因为有种色彩有经中班你摆对对方对方的机模就分析自己两块批评对话咱们古代那是金银半金半我讲讲不能半金金半是不是东西不大也对方一起今天我们东西不是外的而是说跟人在一起有见不同不协调呀不协调呀各种方各种方因人而异自然而然有感自然的环境有感想不到的有感但是基本上都要懂要懂它的基本话好像三好像八打用另外农药打那对路不一样当然了很多牛奶讲究种三单你在讲究种三分运动是运动要讲究你把它不是运动但是大家都说现在但是不可以有时候会有到一种冲突的基本上关系呢它不可能它根本是这样的我们今天东西它会但是因为一个问题呢大家看到是这样的我们不一样当然说是说你看这个东西的风一旦你能大家的进来当然会能大能大光大83乘以0.6 0.8这边才上个月最少1年1半当然你写个讲但是当你会我一点看那它是目标它大家好另外一个大家大家很高目标它很大这个是我们国家的很难的按这大家也可以你看也不是我当时是上坡上因为是我正常也可以很高那我正常也可以很高但是你看过山嘛当时也可以很高人家不少你知道吗你像我们运动看过瘦那其实我运动是大你发现你这个运动我讲了广受器官它是大所以它有新三个运动空间如果那个上坡很慢有电从这个它提高的时候你是这分离性我们在环境上面有运动有在环境上面但这分离但是来的时候有分高低的嘛分高低它有低低当然手就当然当然手就当然当然手就当然压力这压力
他讲叫太大力了，就是也不要太他不会讲叫你啊，那心我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呢，我是讲，他说我他我也懂啊，他说我懂，我很明白我他你说出来了，我的父亲有这个很大，我就把大家不用大家讲不了的关注到，但是我自己也会在，就是我在意什么嘛，我每天早上就是开始做一件事情，好，但是这个我们懂哦，它会有它会有它，这个是做你帮的一种啊，你第一步就讲定。的东西很多，你毕竟是很提高嘛，第一步就讲跟你来哦，好像会讲起来哦，你毕竟是讲定只有这样而已，大陆就是讲定而已，你无法搞会讲定，怎么会有这种方法？不要这样子，我们有这方面，我们在有这方面分析，然后你有这方面的说。你的气一定要不太干净。本身哦，当有气呢，你要注意呼吸，越气的气来，气不干，越气气来下来。你当然有气功，当然做了半个，做了半个，那不功，那不叫气功，那不叫气功，因为有气功，越气气来干净，你当然要干净，因为你干净以后。你整个肺部开满氧气哦，注意问题，注意保你家一个大人挖空了，地方会为多有成分，那么地方是刚强的好，那个是什么？东挖空的地方的。一个有很多感觉，有的时候地方我们来讲气，我说气为单体，单体的挖空为地方为多有成分，我最大的我们出去，我最大的形象出去，我有明显的最大的出去，我说最大就是这样出去，但是呢，死亡会很快。最大的一种气功的最大形象是肌肉感，你像有气功的你在气质班的，所以气质班你整个东西你开始，你有经验，好的气质都慢慢有来，好了你就慢慢好。你知道吗？那本来我这东西你知道吗？气功料，你要下去打到里面，然后当你发现你来跟管了后，对啊，当然都可能会有，你还有规矩大耍。规矩上，你跟公正来的，公正的不难呀。你说当然你要这个，你本身你要这个，要知道你要买到的地方啊。你看，你看到你看啊，你看你当初啊，所以气功是跟开始叫做同学。叫做同学，老人懒就是人，他那个不得法，就给他站出来，因为他那个地方很近，他在上面，他比较大，他那个我们有地方会有专门的地方，你这个他有这个有关，你把这个地方你让他我们把这个地方打开。所以有地方给他有那个
我打出来的我叫地龟，我的名字叫我是不是明白啊？我刚才来了，我打有气方的来说啊，好，所以我讲一点精神啊，大家都看出来啊。中国来讲，他们激动，这些老兵啊，或者他这种啊，他这种这么严格的要求，我来说吧，跟按什么的讲的还抓住外国的，打一查他的，哎呀，他怎么查？那怎么讲？然后回路打的，他回路要注意住，我们他们主要是给他搞了这种的，那手上做好不好？他们不打，因为他缺少培分数低，维分数低，你不能打出来哦。但是你要我他不是想办法出来看你没办法讲你五天，你当然他说维分数低，我他搞的不是说他呢，维基的方式我搞光跟你讲你，当然来了。所以当然会在讲不是讲反攻击打我不来，你怎么来？你我是台湾这样的一个我们讲反攻击打我让我所以那种我要台湾的你来台，你所谓的这个分分了，我跟重心有关在学优先，但两万这个我五年怎么说我来这个营养这个大家我国中有，你好你我来讲起来，这种优势我看看，所以我跟重心有跟主机我会排我来看，我来提问，因为你还把这个地方都是基础的。所以我来讲，总论
除了养好，除了养好的比较，后来的方法，都不会说我这个一般这么大，然后呢，第三个方法它是进行做人家这一点，为他的教育，然后用英语的话，用打字的话，打字呢，今天呢，他东西啊，咱打的时候，他我们我们大家都看出他不同的然后，他手机啊，完全他打他打我就咱家讲把正就打出去，还有地瓜的知道吗？所以呢，在这样的情况下，还能打，还能打，都可以让我们更快的说，因为这样清楚，后面经济活动，所以后面一般看后面，后面一般的，还可能一个然后会让他这句话说出来，因为我们要不讲啊，经济活动啊，搞什么？我就只是广受啦，中国啊，不比较，还有网络，他都用长周边，可能其他可能，那我丰富了，我们说，书籍啊，或者他喜欢这个讲交流，书籍让你把这个讲，你这个书籍或者这个他讲交流，因为书籍加大声。书籍加个大声加大声，打声打着风雨关，不正经经大管才会说，你是讲讲无经事业无经大事，结果你讲三个角度，你唔能够我哋是来说的事情，书籍的话开始，怎么样？你看经书出来没有推广，你看。他是他的新兴代价，把它开放，当然从他时间虽然挺有难度，但是他的三分多人来，日本来啊，你光看到时候啊，光看到时候，当然是这个他讲的很清楚，他讲什么？他讲高点的开始讲课，你我们可能本身很这样，我们说没有办法这样啊，除了跟其他公司看起来就很这样的话。他说要干嘛？然后什么？书籍有这个我看爱讲高这个，我看到吗？他这就是有后来说一个然后，这个来我们说嘛，他是几个呀？几个？我们这是在学校的，你说他很精彩，我们年轻管家，曾经管家的，我把书给他说是广告教，还有什么课还有什么课？而家教啊，他这里他頭先啊講咧，係
回来回来看，因为这比较注意这里来说，老人在看注意这里，总之呢，始终讲的上的对吧？有一趟做到了记录后，当然他证明出来，好像整当发这个机会然后看我的记录，就是我们他们整个这个来说，卖你家我今天来买是容易投资，容易投资，所以还是我们买在注意。不管说咱年过来环境，反正环境是对的，空气经济后都在花，如果说谁发出出来，环境很惨淡，就把环境爱热，空气爱热，爱流通，中国爱成交，那你先把经济假设，如果假如说咱很快爱奇啊、五百场啊，有一场的应该他买啊，咱只会先看这个啊，先往自己的办，先往出来，我们就出来，我们就出来。其他的有说前三名的考虑5万3部分，这样就是其他今天作为研究航空加点的系统，加点航空，很有可能就办这个自身不受自身高，空中高其他行政人员，空中高其他行政人员是考虑了，你们这样讲，那你本来是今天的时候拿来，然后拿来很痛苦的，对吧？哎呀，所以空中高其他行政人员，咱大家都理解，咱大家都这样子是谁？尽量让大家的让大家讨管，他公平有发展，然后有提升，这个不安，就是咱只会讨管。所以说，每个球，经常在中央，然后各方面，在各方面有问题，各方面的区别，有关在台上嘛，我让他给你规划，当下今天晚上，环中观班，即将快发生，然后它有增长。这样，跨地界那么它的环境对大家，它这个竞争是我这环境老师老师你看，你看他的这个太阳并不太会掉，他是你看，说今天这个然后这一大早上华沙，我今天这场升级的考察，然后在最后大概今天晚上。今天这个台湾的新的今天，我那边段子太高，然后说段子有大，那你们讲出来问，新版名跟中山对台下太高没来得及，这个台湾公司我搞不过，你刚找到回来，你把他回来，这个有问题，那么他家就家他就有问题，对吧？那个台湾那个大家都我讲话，我听他你知道他这个经验，是我阿妈，你这个是什么人空？你那个成天在走，你把天天都在安慰，然后他为什么呀？你这个是要丢光，才能打的。台湾那海关阿妈很想打都有几个大你说他都有，我哪敢都有几啊？然后就是你跟你谁都比啊？所以我们就这个老公，你想在这先回白天，我看到我的妈妈，他俩亲家，其中本来其中天很多，我把它给他的他们很有问题，然后后来大家。太普通的，控制你的，我还是把它做到怎么样？根本把这个不给它做到你这样好是因为爱诚心不放心，那个很多爱信心，那你过后再让他，每个球每个的歌当时我帮大家当下上来了，所以我们要帮我们我们太阳太阳出来，发展当然，我们要不管你在海湾内，我今天没来听我那边我们给了，我们不了。
trên định bài trên bài có dùng liệu anh có không có dùng mơ nó dùng một yêu có trên định bài trên là yêu dùng mơ bài cái gì rồi bài còn là tôi dùng có trên định bài trên là tôi quần lệ cái giá trị tại trường còn là tăng hơn mình nghe các chị chỉ là có thể các bạn con có nào là đi nào có người được mất rồi bảo là như nào không lại thì những cái gì đó mà cái gì không phải là phải trong cái gì tâm trí hoặc là cái gì đó là tâm trí hoặc nhưng con không có cái gì của nó đang chỉ cái gì các bạn cái gì của nó đừng có gì cái gì cả các bạn nghĩ này thì nó là cả một cái rồi các bạn ra đâu này thì bạn không có bạn không có cái gì bạn các bạn làm sao chẳng còn có là những chuyện các nhà con bạn nhà con bạn là không phải nhẹ nhàng thành như thế cho con là chỉ là một nhà
Thank you.
习惯和麻烦，他们在化解，但是斗争的改变，改变到是成功，但是让不了，都给他打破，仅给他看，这些我们大家知道，当然我。是往那边跑。